，click 兩 click 就開到公司。為咗進一步提升企業註冊同商業登記嘅便利性，香港公司註冊處同稅務局一齊推出咗一站式公司註冊同商業登記服務，令到本地公司同非香港嘅公司可以更加高效、便捷嘅註冊同登記流程，節省時間同成本。咁一站式公司註冊同商業登記服務嘅適用範圍為：一、適用業務類型為本地公司同非香港公司嘅新商業登記申請。而其他類型嘅業務，例如獨資業務、合夥業務同分行，則需要沿用傳統嘅商業登記方法，透過稅務局商業登記處去辦理。而費用釐定標準為：一、本地公司會以提交成立法團申請嘅日期為基準，釐定商業登記費同徵費嘅應繳金額；二、非香港公司會以喺香港設立營業地點嘅日期或者該日期嘅最近一個週年日為基準，釐定應繳金額。三、分行嘅登記處理需要留意嘅係，一站式服務僅適用於總行登記，而分行登記需要係公司成立或者註冊後嘅下一個工作日，提交填妥嘅申請表格同相關費用到商業登記處辦理。如果你有更多嘅稅務資訊想了解，歡迎透過以下方式聯絡展群士祺。